冇錯，我就係嗰個唔識聽人講嘢嘅髮型師。如果你問我呢啲髮型邊個更加好睇，我喺專業嘅角度會同你講左邊嗰個。我研究咗咁多年嘅剪裁技巧、顏色嘅理論，做出嚟嘅顏色均勻通透，剪出嚟嘅剪裁輕盈富有層次感。但係啲客人就會轉個頭同我講，隻色太浮誇，甩色太快，個髮型好難打理。而右邊呢啲簡單嘅劉海設計同埋生活色，我連諗都唔使諗都可以做到出嚟，而佢哋可以令到我曾經一個月做到40萬嘅業績。我相信每位髮型師都會有佢哋最擅長嘅領域同埋項目，所以我哋都犯過嘅錯就係過分自我表達，忘記了需求。曾幾何時我哋都唔識聽人話，答案其實我哋一直都好清楚。藝術級別嘅剪裁同埋顏色，只會突顯出好強烈嘅距離感，咁樣先至會顯得個作品好高級。商業級嘅髮型同埋顏色，佢哋嘅重心應該係代入感。普通人染完個頭之後，都想出到去俾啲親朋戚友講：咦，點解你皮膚白咗嘅？咦，點解你剪完個頭好似瘦咗嘅？呢啲先至係真正嘅客戶需求。所以我哋就要諗，我哋係咪要放棄個人嘅表達，滿足需求呢？我曾經都試過好執着咁樣，每一位客人都剪佢哋駕馭唔到嘅剪裁同埋顏色，但我發現原來呢一切都係我自私嘅諗法，純粹係我為咗呈現出我覺得嘅靚。後尾我放低咗執着，我嘅業績同埋客量翻咗幾倍，所以下次你猶豫緊要幫個客做藝術感豐富嘅髮型顏色，定係適合佢嘅髮型嘅時候，你就要記住，你整嘅唔係藝術品，係客人嘅一句我想變得更加好睇。